各位兄弟平安。即几工啊，天气真寒冷，直直落雨，所以今仔日感谢主，互天气迄个落雨无遐尔严重。愿主看顾遮每一个人的身体、心灵，拢会当健康。嘛感谢主，伫今仔日安尼的天气，咱会当做伙来礼拜，愿圣神伫咱的礼拜中来做工，互咱听的甲讲的，同受到利益。即时，咱先做伙来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当阮伫安尼寒冷的天气，犹原是自责，犹原安静家己的心，要来敬拜你的时阵，阮知影是你的圣神伫阮中间咧做工，要呼召阮，要感动阮，要对阮讲话。所以主啊，求你互阮警醒，互阮通知影你伫阮中间所要讲的话，所要行的代志。主啊，阮较无知影要安怎来听通你的话，来生活，要安怎来思想，要安怎来彼此款待。主啊，阮较无伫即个礼拜，每一个人的现象顶面，通看起你对阮每一个人的好调。感谢主，阮望你和阮做伙来经历你的话语。安尼祈祷，拢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今仔日，咱所伫要读的经文，是一段谈论奉献家己做工成果的经文。毋知咱中间敢有人对《申命记》的背景有一点点仔的熟悉？若是咱中间对《申命记》有熟悉，就会知影今仔日讲遮个话的人是甚物人对甚物人讲的。哦，我有听到摩西对甚物人讲的？对，以色列人，以色列人是少年的还是老的？是少年的哦。所以咧，这段经文的背景，就是摩西对第二代伫旷野出世的以色列人，就是比伊搁较细汉的即辈的人所讲的话，伊在教示伊的后一代。是安怎摩西就爱对遮个细汉的讲遮个话咧？因为遮个较少年一辈以色列人面对一个生命要经历着大转变的阶段。即辈的以色列人，因已经准备要来过约旦河，要到约旦河西边，要得到迦南地的土地。所以，我会当讲，即群较少年也是壮年的以色列人，因着得要拍战，因着得要面对战争。战争了后，就有财产的分配，搁有要开始对游牧民族转变成做农业生活的民族的状况。所以为着帮助以色列人，这少年的陪伴，新的生活的方式，哇，这是真大的改变。摩西就伫因要拍战进前，搁伫约旦河东边的时，搁一摆教示因耶稣的耶和华的律法。所以咱会当知影，对今仔日申命记26章前，咱若是拢有看，就会知影讲哇，真侪律法，吼，教因讲要安怎备办未来的战争，要安怎分配财产，啊，结婚要安怎？若是有和外邦的查某人结婚要安怎？要安怎敬拜？吼，要安怎守生活的节期？吼。所以伫遐尼济新生活规则的后的上线尾，就是今仔日咱所要读的这个段落，第26章，整个律法教示的尾声。伊伫这个尾声，甲遮个甲遮个
细汉的讲，哦，恁受遮的律法，恁嘛得爱奉献。所以，咱若是对新明记的头前安尼读到遮的时，毋知敢会感觉到压力真大？我家己读的时，就有即款的感受。咱会当想象，这就亲像咱要进入到人生后一个阶段，有一个长辈一直咧甲咱讲，哦，你后来会发生啥物代志哦，所以你得爱照安尼方式来行，安尼才会顺利。哇，讲到热肠讲真济，到煞尾是搁加一句讲啊，你会记得爱奉献哦，哦，听着感觉压力真大。各位兄弟，即讲真容易。当咱要入去到生命另外一个阶段，要投入入一个新的环境，就亲像阮若是要换学校、要毕业、要入社会，拄仔要开始工作，做工，要换工课，也是要买厝，要生囡仔，要搬厝，也是要准备退休。这个人生阶段的后一个阶段，有真侪爱细字拍算的代志，有真侪咱毋知影会发生啥物状况的这个时刻，是咱人细字的。所以伫这个时阵，若是要求咱甲第一摆打工赚的钱，讲爱奉献，第一摆所领的薪水。嘛来奉献。第一摆对领薪水变做领退休金，这嘛爱奉献。就亲像我手内面即张千元大钞，咱若是要家己下伫奉献袋内面，咱的心情，敢真正是遐尼啊轻松？若是毋敢若一张、2张、3张，要下入去奉献袋，若是我其实会感受到心会小可会疼安尼。所以，伫生活当地转变，若毋是知影未来会当偌稳定，也是若毋知影未来要备办啥物，就甲遮个财产开力奉献。有时真侪人无有够野的信心、甲开力、甲勇气。今仔日经文甲咱讲，上帝希望咱奉献侍奉。安尼，我伫读圣经的人就爱问讲：人安怎有勇气甲气力来安尼做？尤其是伫生活拄仔伫转变，拄仔需要真侪备办气力的事。所以，咱煞接就爱来看今仔日的经文，伊是安怎描写奉献的过程？这个过程所表现出的意义是甚物？爱用甚物款的方式，咱才会当有勇气甲气力过愿意奉献的生活。咱三甲来看圣经第1节到第4节。伫圣经经文第1节到第4节安尼讲：你已经到耶和华你的上帝所赏赐你罪业的地，成节来徛起伊，就对耶和华你的上帝赏赐你的地，将所收逐项起头色的土产摕担保，会伫境内去耶和华你的上帝所要敬安置伊的名的所在，就去见当时做祭司的，甲伊讲：我今仔日对耶和华你的上帝讲明，我已经到耶和华对咱的列祖咒诅，赏赐咱的地。祭司就对你的手接迄个坑来下伫耶和华你上帝的坛前。今仔这4节的经文安尼讲。对于这4节的经文，咱会当看到啥物代志咧？咱会当看到2项代志。上帝在帮赞咱奉献的2项代志。第一个就是甲地点有关系。咱会当
对第1节到第3节，有一句话一直在出现。这句话就是，以色列人一直在写讲，以色列人是伫耶和华你的上帝赏赐互因的地的顶面，伫耶和华赏赐的所在，乃有产业。所以上主，咱会当看见上主要求人爱奉献的大声，伊其实已经先互人产业，通生产。所以人只是甲上主互咱的礼物，摕担保回应互上帝尔定。所以第1节到第3节安尼看，咱知影，可能安尼奉献，咱也毋是手空空来奉献啦。虽然讲生活无稳定，毋过咱是有产业的，佫是上帝互咱的，所以安尼来奉献，应该袂讲伤勉强。第2，以色列人伫上主赏赐的地上，啥物时阵要爱奉献？第1个是地点嘛，第2个是啥物时阵、啥物时间，就应该爱奉献。咱若是对看第1节看详细，就会当看见遮有3个动作、动词，真清楚。伊讲人要奉献的是当以色列人进入到耶和华赏赐的地，会当承接迄块地，并佫会当伫遐徛起的时，徛起的时，迄个时阵，上帝才要求咱来献上咱的感谢。所以对第1节到第4节，上主所吩咐人的时间甲地点，咱会当看出上帝要求人奉献，毋是一个压迫的方式。伊嘛无要求咱讲每个时阵，也是咱游玩搁咧流浪，也是流亡啊，世界走的时，这个时阵就要求咱爱奉献。伊是愿意等待咱会当徛起伫伊赏赐的产业的时，领受初步的成果了后，这个时阵咱就来奉献。所以上主袂要求讲能力，也是时间还袂够，还袂得到产业的人，就爱伊来奉献。毋过，当咱已经开始徛起伫一个所在，有初步的成果的时，这个时阵，咱就应该开始准备咱的心思意念，来面对奉献的代志。无论是金钱的顶面，还是侍奉的顶面，我感觉这个标准是真公平哦，袂讲伤压迫，嘛袂讲伤宽容，就是拄啊好有一个成果的时，就开始思想这个代志。毋过虽然圣经安尼写，真侪时阵，咱知影人虽然有时间，嘛有徛起的所在。嘛有献上家己财产的能力出来，产生的时，有时心内却感觉怪怪，无介愿意奉献。伫过去服侍的教会，我捌听过有一位姊妹甲我分享过，伊甲我讲，其实伊感觉伊手内面所趁的，手内面所摕到的。伊会有即摆的生活，拢是伊拍拼所得到的。有时伊无法度接受，圣经讲遮个物件拢是属于上帝，因为伊是遐尔啊拍拼来得到遮个物件，这是伊应该爱享受的份。所以伊在奉献的时，伊就感觉有受气，人应该完全享受家己劳动的结果。是安怎？我的结果会当互别人享受，佮会分互别人。所以毋干那是能力有也无的问题，有时咱心内嘛无愿意来献出家己。这个问题要安怎圣经来甲咱回应呢？咱就煞只来看经文第5节到第10节，遮上帝
假使阮一段奉献的时，会当国的信用个别的祈祷词，才安尼写，咱会当做要来看。你着伫耶和华你的上帝面前讲，奉献的时安尼讲哦。我的祖是一个得要死的亚兰人，落去埃及架脚伫遐，人也少少，伫遐真做一国大阁强，人也阁济。毋过埃及人歹款待阮，苦楚阮，用苦工教阮做。对迄粒，阮哀求耶和华，阮列祖的上帝。耶和华听到阮的声，看到阮的苦楚，阮的折磨，阮的压迫。耶和华就用大权能的手，甲伸手的手骨，甲大通行的事，甲神业奇事，带阮出埃及，搁带阮到这个所在，用这个地赏赐阮，就是流奶甲蜜的地。所以，这段的祈祷也是信用奉献的时的信用隔壁，是上帝亲自甲是阮会当安尼来讲的。对上帝希望阮安尼讲的这个话内面，咱会当看去。上帝其实用这段的祈祷，在调整人，也是以色列人看待世界的方式。伊甲以色列人提起，恁的列祖本来是得要灭亡的，恁的祖先是差一点仔，特别伫旷野活袂落去的，迄个亚兰人。这个亚兰人就是指雅各，哦，煞接这个雅各虽然煞到埃及，啊上帝帮助因愈来愈壮大，毋过却互埃及的人压迫来苦毒来劳动。对这是上帝看到因的哀求，甲因救出来，带因到上帝为因备办的所在。就是讲，上帝在提醒以色列人，嘛是在提醒奉献的人。伊在讲，恁人啊，恁就亲像地上的土共款，遐尔啊可怜、卑微、得要死，完全无有希望的状态。恁是伫真歹的环境中，互我救出来的，所以恁才会当活的。上帝是咧甲以色列人讲。真侪时阵，恁以色列人后阵甲遮的钱，留起来，会当我靠家己来趁着未来的一寡好处，会当救家己，会当掠着家己的未来。毋过实际上，恁的列祖是得要灭亡的。实际上是我主上帝一直在救恁，是我在保护恁的未来，是我用大能奇事，互恁遮以色列人。会当活的，无恁早就伫环境的压迫下面灭亡，无有希望，无有意义，劳动过一生，过一个人生就无去。所以以色列人啊，恁的性命根本就是属伫我的。所以，对顶面这段信用，阁要咱通看去。上主接着教示以色列人安怎奉献，奉献的是要讲什么，来帮助因知影。第一，因是有气力来奉献，因为上帝赏赐因产业。第二，上帝用这个祈祷，甲因提醒讲：嘿，以色列人啊，恁是差一点仔就要死去的人，恁的爸爸差一点仔就无法度甲恁生出来。是我靠耶和华的大气力，恁才会当活地。对安尼来激励因，莫后阵活地是理所当然的代志。莫后阵命运是家己有气力就想要掌握的代志。上帝甲以色列人帮助因，甲面对未来的信心甲勇气，建立伫对的方向顶面。建立伫上帝这个大气力的创造主的顶面，对安尼人对未来
才有真正的平安。袂想讲啊，我的老东老西为着未来来备班，毋过谁会当知影明仔载？是上主，互咱每一个人有明仔载，是上主，互咱每一个人有未来。所以煞接到上后尾第11节经文内面，奉献的人安尼讲：看啊，这个地起头色的耶和华啊，你赏赐我的，我已经带来。后来你着将伊下伫耶和华你的上帝面前，伫耶和华你的上帝面前敬拜伊。你甲利未人，甲恁中间的出外人，着因为耶和华你的上帝赏赐你甲你的家眷一切福分来欢喜。所以奉献了的，遮所表现的是一个真水的画面。上帝看起咱奉献所互的物件，到后尾是为着啥物到地，奉献到倒去？咱知影，这奉献上届后尾是要互无有产业的利未人，阁有出外人。若是咱阁煞接看第12节，也是煞接的大乐，阁会当看见上主嘛特别照顾，人群内面的孤儿寡妇。所以，咱所敬拜、奉献、献上礼物的上主，伊其实是和弱势的人斗阵的上主。上主接着要求人奉献，要求人信仰个别来祈祷，来对家己的财产、身份、家己的气力，中心有正确的熟悉。迄就是咱拢捌是迄个软者亲像土，软者特别灭亡的人。咱拢捌是迄个对未来无有任何气力的人。毋过上主是软者人的拯救，伊是徛伫软者人迄边的上主。咱伫倒落看到软者，上主就伫遐，当赏赐遐的人气力，等待咱有气力，嘛献上家己，甲伊同工，搁去帮助搁较弱势的人。咱会当看去，这个奉献土产的这个活动，其实是要显出即款的一个交流，也是即款的一个流动。伫分享的煞尾，我想要甲每一个兄弟姊妹来分享一个影响我真深的信仰长辈捌甲我讲的故事。这位长辈是一位教会真年长的长老。伊知影我未来备班要做传道人，伊就甲我讲，伊就甲我邀来伊边安尼讲，莫惊兄，耶鲁啊，你莫惊兄，去照顾软者、善者的兄弟姊妹。这长辈伊甲我讲，伊甲我讲，伊对细汉是互伊的继父虐待、苦毒、长大的囡仔。家庭内面嘛真善者，所以伊特别知影啥物是身体也是心灵的痛苦。伊嘛知影迄个无钱是啥物款的无钱。伊知影上帝听所建立的教会对即款软者的人是遐尔大的帮助，是遐尔大的安慰。所以当伊对细汉即款真善者的状况，长大有气力的时，伊就时常甲教会牧师同工，安尼定定走来走去去探访，去照顾伊迄个时代教会附近辛苦善者无有钱的人。教会嘛，因为有真侪安尼人会投入，就哪来哪坚固，人甲人中间的连接嘛真水。当伊讲起伊和遮个兄弟姊妹安怎祈祷、彼此安慰、鼓励的点点滴滴的时阵，这位老长辈、这位老的长老，伊就开始流目屎。
我看哦，这位长辈安尼伫我的面前流目屎，我的心内嘛真激动。伫闭班今仔日的分享的时，我想到即个见证。教会内面，教会内面有真侪亲像即款的信仰的前辈，因的性命捌是得要灭亡的阿兰人。毋过，上主用大开咱的手拯救因，伊诚做阮信仰的前辈，嘛诚做咱今仔日教会的一个大开咱的初代。现在到咱的时代，虽然咱的环境有新的挑战，咱敢愿意的亲像圣经甲是阮的祈祷来安尼想。我的祖先原本是一个流亡得要死的阿兰人，毋过经历着上帝大开咱的手，互阮来到地老年甲密的地。咱甘愿意献上，伫耶和华互咱的生命中面来照顾咱中间搁较软弱的肢体。咱安尼来祈祷，咱三角来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感谢你今仔日甲阮讲，阮的性命原本是软者，无有气力。阮的列祖是遐尔啊善者拍拼，伫你的内面来得到安慰。主啊，求你互阮莫袂记得阮是甚物款的人。求你互阮莫袂记得，阮着亲像地上的土共款。若是无有你的圣神、你的权能、你的手来保护，阮真正是真软者，无法度徛起的一群人。是你赏赐互阮产业，是你互阮的性命意义。阮的性命，阮的所有，主啊，拢是你所赏赐的。帮助阮有即款的眼光，伫每一摆献上的顶面，主啊，阮知影。你保护阮的性命，你嘛保护阮的教会，你嘛徛起伫阮中间上介弱势的人的边仔，帮助阮嘛会当行你同工来照顾即个教会，也是世界中面上介弱势的遮个人，来诚做你的见证。主啊，愿你的圣神感动阮，影响阮。咱安尼祈祷，拢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